各位馬迷好，為慶祝我頻道重開，每期都會有消息帶俾大家。今次我又收到料啦，記得聽晒，好重要。今次呢，跑星期四10月30日夜馬賽事第一場，聽到兩隻馬消息。第一隻呢係3號馬午夜快車，今次呢由艾到羅策騎，消息話馬已經試準，坐位望贏，信心十足咁話。第二隻馬係4號馬魔法速遞，今次由周俊樂策騎。消息指隻馬雖然冇跑過泥地，但係其實性能好好。雖然只係試跑泥地，但幕後功夫做足，只要克服檔位，完全係有潛力跑得好成績。而第二場我聽到兩隻馬消息，第一隻係12號馬東方寶寶，今次由潘明輝策騎。消息指隻馬好心急交代，難得抽到好檔，今次實會同你搏殺。畢竟場次唔多，所以都特登試2個閘為今場做功夫。另一隻馬係有型勇士。今次由潘頓策騎，消息指隻馬其實一直等落班，想跑泥地好耐。上次惡劣天氣落敗可以忽略不計。雖然今次檔位不利，但係質素係首，希望沿途走位暢順就可以交代到。最後有個福利送俾大家，如果訂閱個頻道，然後加我 WhatsApp 登記，我會有更多資訊送俾大家。我 WhatsApp 電話係55269236。